好来，乡亲啊！伫这个新冠病毒防疫的期间，不时都有善心的企业家捐赠物资。即届这个高雄市教育局都收到70万的催案，各级的学校拢派代表来领。虽然讲分配到的数量当无几工，但是对于校园的防疫来讲，嘛算是一场的及时雨咯。左手啊，贴甲甜，伫防疫物资真抢市的同时，这个礼堂用的是黄金屋，因为内面藏的拢是医疗催案，数量有70万片。资料写好，数量点好，准备将这箱退回去，因拢是高雄各级学校的代表来领催案的。抢市的催案量有遮济，据我了解，原来是有善心的企业，伫疫情爆发前就已经为国外买入来啊，决定要捐予高雄的学生囡仔。企业家捐了70万个口罩给市长，是从秘鲁进口的，符合国际上的规范的医疗用的口罩，就是学校每个教职员工生每人2片，让学校的物资更能够充裕一点点。这样子的一个配给，我觉得对学校是很大的帮助。我是觉得2个小朋友应该还是不太够了。有人就是讲安尼无啥够，有人感觉会使先应急。伫北部发生学生为着武汉肺炎停课的代志了后，校园的防疫即嘛是愈来愈紧张。